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7月16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看，家己昨伫咧绕境活动当中，雄发生爆炸，有27个人受伤，其中6个人住院。目前爆炸的原因也在调查。主办单位嘛表示，因会全力来协助受害者。现场传出正大声的爆炸声音，真侪人拢硬去。对另外一个角度看，主持人甲表演的人也拢惊到。老师，音乐拉掉，谢谢谢谢。来，请我们工作人员帮忙一下，好不好？谢谢。嘉义和联警金波夜会16暗伫咧嘉义市大东路、金山路、甲玉山路红会办10周年绕境活动，现场来真侪人。结果伫暗时9点56分，才传出爆炸的声音，现场正混乱，几多位民众甲工作人员受伤。所有的伤者大部分都是有撕裂伤以及烧烫伤的状况，都没有生命危险，都是意识清楚。救护人员到现场做紧急的包厢指挥，消防车出入入，启动重大意外紧急救护机制，赶紧把受伤的人送医院。警方伫咧现场搜证，任何线索拢无放过，要找爆炸的原因。相关爆炸的原因由警消人员在勘查采证中。当时意外是完全没有征兆，没有人知道。对，它就发生之后，就有人受伤，就进驻就马上就送了。爆炸的原因讲法真多，有人讲是台前的电火条啊，因为温度伤悬爆炸；也有人讲是高空烟火炸开了伤到民众；也有人讲是附近粪扫桶爆炸。详细原因也搁会调查。庙方表示会全力协助所落来处理甲医疗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咧新北市三重埔有一个建案工地，昨暗9点外发生火烧，规个楼尾顶拢总烧起来，烧甲真严。消防队出动来拍火，经过1点钟就顺利把火拍花。这件工地火灾发生伫咧14楼高的所在，所以虽然无人受困，不过消防队也是有出动39台水灵车，也有3台分推车去拍火，顺利伫咧昨暗11点就把火拍花。这火烧的面积有到200平方公尺遐尼大，到底是安怎导火？新北市府今仔日会派人去调查。今年的第4号风台泰利气象局预估会加对广东气，未直接影响到咱台湾。昨开始，基隆北海岸甲东半部就较起风，水气有较增加。今仔日到拜二，全台各地天气拢未稳定，可能会落阵雨，也是雷公雨。日头赤炎炎，台东重滨早起出现37.4度高温，伫台南东湖、屏东三地门、台北市辖高温也拢超过37度。不过，随着今年第4号风台泰利形成，台湾周边环境场转做低压带，高温小可下降。这方面伫拜六暗时了后，天气也开始无稳定。进入台风泰利的范围大概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在南海的海面上，那它也逐渐的会慢慢的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在未来的几天呢，整个季风环流其实会慢慢的往北边移动到我们台湾地区泰利风台未来会向西北西往广东的方面来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礼拜开始到拜二是相对较接近台湾的时间，东半部、东部加北海岸落雨机会较悬，其他所在也有阵雨。无落雨时阵，高温依然大约有35度，感觉较翕热。拜三了后，各地水气慢慢减少，不过菲律宾东方海面依然有扰动，无排除20了后，又有风台形成。20号开始菲律宾东边才可能有另外一个低气压发展的这个机会。较长的资料甲咱讲差不多，咱甲2倍进前南海这边的水气较济。专家分析，这阵有报资料显示，到7月底了后，大环境对台湾落雨较不利，伊佫转来到高温真热的天气形态，一直持续到8月中，提醒民众另外爱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拢有感觉到今年的热天实在有够热。7月到今，已经有超过400个人因为热伤害送病院，其中嘛有老大人介勤俭，唔甘抢冷气，煞热甲着山。嘛有民众透早出门，热甲倒伫咧路边，刚才有警察经过，赶紧甲斗相共。看到路边有民众倒伫涂骹，赶紧通报医救，主动野护上甲遮。这件意外发生伫13早起9点外，高雄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本来要去银行办代志，好亲像因为天气伤热，致使心脏无爽快，全晕落。好在迄个时阵有员警发现，赶紧送医，才救回一命。当时陈男表情十分痛苦，
并表示因天气太热曝晒而引发身体不适。员警惊觉陈然状况不对，并立即主动撑伞替他遮阳。热天温度真悬，因为热伤害送医毋嘛即件。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敢若今年7月初1至13，热伤害就医到406人。三总调查防治中心进前有接到3例调查病例，其中2例是长者，因为省钱伫厝无开冷气，听候厝的人发现的时阵已经昏倒伫涂骹。2个人送医了后，随插管带入去加护病房治疗。就有点像汽车停在室外。汽车停在室外，隔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温度会升到40度、50度。室内也是一样，如果太阳晒进来，没有冷气，又不透风的时候，温度反而会比外面高。医师提醒，调山甲温度、湿度拢有关系，室内伤沤翕，无法度降温，这拢是危险的因素。尤其是长辈伊的循环无好，用手摸伊的额头，无一定会当了解真正的温度。建议爱加注意伊讲话甲反应，搁较爱注意独居的长辈。民众出外时阵，上好爱举雨伞是地帽啊，随时补充水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经济部今年阁在推动电器换新的补助，电冰箱、冷气一台当补助3000块，原底有算20亿，不过因为伤侪人去申请，所以经济部阁在争取用明年的预算来，互今年的补助追加33亿。过来是中国时报。咱国内药害救济24天来给付超过6亿，其中5大科技的药品内底就包含常常在使用的消炎止痛药啊，戴克菲那。不过无法度事先透过检验就知影讲敢会过敏，所以若是食了目睭肿起来，也是起疹毛等等，就要赶紧就医。落尾是联合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也就是 CPTPP， 今仔日开会，有讨论到中国、台湾甲乌克兰要加入的申请。不过传出讲暂时是无共识。咱的总谈判代表郑振中表示，台湾已经准备真久啊，咱的经贸法规一定超过标准。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总金额有到8740亿美金。其中包括要求美国国防部爱提出汽车反舰飞弹送到咱台湾的时间表，另外嘛要加强甲咱台湾的资讯合作，做伙对抗中国。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9 and the nays are 210. The bill is passed without objection. A motion to reconsider this is laid on the table. 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版本，加台湾相关的修正案，包括执行国防部提出运交更侪汽车反舰飞弹予台湾的计划，若无要靠10%的国防部官员出差费用。台湾海空军包括 F-16战机、机人级驱逐舰，也甲部分升降级、甲这样级的巡航舰，拢有发射汽车飞弹的能力，会当伫海上阻挡敌军的水面舰艇。国军目前已经有这型飞弹。美国国防部通过的新版国防法案当中，要求国防部行政部门补充更较侪共型的飞弹，强化台湾的反封锁能力。另外一项修正案是伫众议军事委员会送到专议表决前，都参考众议中国事务委员会意见，加伫法案当中。针对中国透过网络散布假消息，也甲骇客的行为，危害到台湾甲美国的安全，政界条文要求行政部门强化甲台湾伫治安防护的合作，共同阻止中国伫虚拟空间的渗透。也有就是明文规定，未来台湾现役各界军官访问美国期间，会当穿正式的军服进行军歌案，也加参访的交流活动。若是表决前，就引起重大争议条款，大部分是属于美国的内政问题，亲像共和党主张女性官兵人工流产，也是跨性别人员接受荷尔蒙疗法相关的医疗甲交通费用爱下减甚至删除。两大党对这议题会当讲是差真济，所以预定后礼拜民主党占较赢面的参议院表决的时阵，也是有袂少变数。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转来看咱国内总统选战，民进党今仔日要举办全代会，罗清德将上阵九二共识甲两岸服务的议题来做势。那国民党的侯友宜甲民众党的关文哲今仔日拢要去上凯道参加游行拼声势。
罗清德当选，罗清德出席全国药界罗清德后援会成立大会，民进党主席罗清德伫转大会前积极造势，强调目前国际趋势是徛美国民主阵营这边，台湾应该行正确道路，炮火相尊南北9日共识，加重开互补议题。还在提接受9·2共识，还在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这绝对是不符合台湾未来发展的利益。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求重启服贸，真的是台湾应该走的方向吗10日前，立委黄国昌、网络名人馆长陈志涵要伫凯道举办公平正义救台湾的活动，南北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郭文铁拢会参加，两个人共场拼人气。侯友宜先伫面册提出5大主题政策，嘛表示拄到郭文铁会真自然讲话直接。大家彼此见面，如果有机会碰到，就会互相打个招呼。我们大家一起来面对7月16号司法改革、居住正义的议题，大家一起让没有办法做到的民进党能够下架。本来就不可能1、2、3，那全台湾都是我们的支持者，不可能嘛。我们不会演的，我们本来就是一开始就是北部支持度比较高不过我们会努力的，我们慢慢把影响力往中南部来扩张。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最近正过来行南部，到草屯办事处显摆，也希望会当甲支持度有关。面对南北合这议题，郭文铁讲，这经讲半年啊，不过南北合谁代表哪？到底是要合什么？若是南北合的底线，都是希望台湾会当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诈骗的步数愈来愈多，大家就要注意咯。有诈骗集团假造要招新的员工，要求因头路的人去甲银行卡放伫车头寄行李的铁ถุ内底，再搁利用人的口罩来洗钱，至少已经有37个人受骗。中华代替7道火车站大厅放物件，柜仔互人搭封条，暂时停用。原来这个柜仔进前变做犯罪工具，诈骗集团上阵柜仔较要价定定无人行较到，假讲要救济汇款的名义，要求民众甲提款卡放伫遮，再搁找人来提卡，再搁用通讯软体要求民众提供卡片密码。提款卡应该放在皮包里，不应该放在火车站置物柜随便让人拿走。铁路警察局加强巡检，甚至搁放预防诈骗的录音带，不过也是有民众哄骗。监视器的画面，就看到代替丰原站放物件柜仔头前，一个查某人一面看手机啊，一面拍开柜仔，搁放一包物件入去。无偌久，就有一个查某人去拍开共一个柜仔提卡。警方表示，今年已经伫各车站查到37件类似的案件。他们要求民众将提款卡放到置物柜里面，并提供密码。事后，诈欺集团再派车手到这个置物柜里面将提款卡领走。洗钱防治法修法之后，只要交付自己的提款卡，直接是洗钱的行为。警方提醒，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实施了后，无正当理由把小货提供给别人使用，可能会面临有期徒刑。虽然诈骗的方法一定换新，不过只要是予人要求交付提款卡，民众一定都要提高警觉，避免户头互不法集团提去利用，家己都要搁面临刑责。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台东的渔民抓到一款规身躯拢乌麻麻、无鱼篮、头真细粒的大尾鱼啊，生做真奇怪。有真侪渔民都唔知影到底是啥物。有专家就讲，这是一款深海鲨鱼，叫做凯鲨，有人讲叫做乌猪冠。台东外海即礼拜天气特别好，无啥风影，渔民出海掠鱼啊，透早入港，为船顶甲鱼啊落落来，渔工搁为船舱下底，甲一尾规分丝乌色。无鱼仔篮的大只鱼仔拖起来，这只鱼仔的分丝长，差不多有一个大人遐尔悬。不过头壳真短嘛真细粒，也若这到底是啥物款的鱼仔？渔民拢议论纷纷。刚知是鲨鱼尔，是大地鲨啊，啥物鲨较无了解。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讲，这种鱼仔是伫咧海底1000公尺左右咧活动的深海鲨鱼，学名叫做凯鲨，嘛叫做乌甲甲乌鲨。伫东部甲南部的海域，有当时会去互掠到。因甲一般的鲨鱼上介大的无同，就是因的肝特别大粒，伫海底游的时阵会当用来调节浮力。它对人类一般来说是比较没有攻击性的。那它通常捕获的方式是抵延绳钓或者是抵拖。那它在跟一般鲨鱼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它的鱼竿占它的一个身体比例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它是利用鱼竿来作为一个调节浮力的工具。专家讲，这种鱼仔目前咱国内并无保育，不过伫国际上，因为大量互掠来剥皮，甲取鱼肝油，
已经向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作是可以登证的物种。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王公渔会节连续2天封路限蚵仔，当地出产的珍珠蚵现行现吃。虽然天气真热，也是有吸引到4800个人报名去参加。铁网仔顶面放真侪粒有壳的蚵仔，用火炭一直烘，免偌久的时间，蚵仔壳一个开，内底就是真鲜好食的蚵仔，民众拢唔惊烧，赶紧食。你们哪里来的？台北。台北啊！一大早就开车赶下来。今天太阳特别大，不过我觉得可以这样来参加活动还不错。今年的中华王景渔会节15日开始，早起有不少民众规家带来参加上千人的烘青蚵仔活动。不过日头赤炎炎，也会烘蚵仔，大人囡仔拢规身躯干。也不过活动现场烘的珍珠蚵仔是当地特产，而且拢真鲜。报名活动节推出，名额也是一个夜都拢报完了。来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深度旅游，真正了解到这块沿海地区它的好、它的美哈。那欢迎我们的乡亲利用机会来家。虽然天气很热，烤科有一点热，但是呢，像这么新鲜的烤科哦，你只有在我们的彰化王公才尝得到哦。王景渔会节青人封路的烘蚵仔活动已经进入第19年啊！今年开放4800人报名来参加，封路700公尺，总共传2400大斤的珍珠蚵仔。中华县6月初讲，王景渔港今年伫农委会金港渔港的环境评鉴中得到最佳人气奖，同时也是中华北京之一。希望经由王景渔会节的活动，继续推广当地产业和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国际帆船赛昨起过，阮10只船伫咧爱河湾出发拼速度。高雄市长陈其迈冒带市府一队甲议会团队来车拼，带大家做回来看卖。汽笛声响了，由高雄市长陈其迈加议长邝如成各自带团队赛船驶向外海，比一个8海里的比赛距离比看谁人较近。风速10.6节，目标在我们正前方。在这场友谊赛开始进前，8日早起有高雄国际帆船比赛。对空拍画面看，海面上几60台国内外重型帆船，每一台船代表一个团队，各自合作起航竞速，希望摕冠军。所有的船伫咧8日下昼2点左右，拢已经赛队。第一次参加就蛮刺激的，因为在船上就是都要同心协力啊，大家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有一点失误的话，可能就会船速就会变慢，就会落后了，然后角度不对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其实这个活动现在推广起来比过去我觉得简单很多，然后也应该是说大家的接受度也很高，也大家越来越认识帆船。高雄国际帆船比赛今年第一遍加第2回国际帆船比赛，天后岛帆船比赛串联合作，总奖金20万。参加比赛民众讲，帆船比赛考验的是团队的合作，一个临场的反应，是正健康有意义的活动。高雄身为海港城市，应该加推崇帆船这种划群海洋的运动，和各种比赛拢有机会伫咧高雄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去庙里会当看到36观众，即马台南市文资局就请3位真黏彩绘甲插绘艺术，用36观众做主题来创作办展览，互民众会当欣赏到咱的传统工艺。手提乾坤圈坐伫咧灵顶悬，伊是李元帅，嘛是大家俗称的三太子。整个雕刻无论是寸尺大细，也是雕刻手法，拢做甲真有路。台南市文资处头一届甲真黏彩绘甲插绘的工艺师做结合，伫总野艺文中心办特展。艺术因以36观众做主题，创作家己独一无二的工艺风格。我还是坚持用我传统技术做一些传统的东西，把它给留下来。那以后给一些想学习藻花技术的一些学生啊，一些年轻人来可以做一个参考。他们在一些诠释上面，在美、在艺术、在姿态，甚至他们对于脸部表情、他们的神兽坐骑等等这一些方面，他们发挥他们艺师个人的一些创意。
36观众伫咧台湾票友定定看会到，是道高行妖独舞的天兵天将。有人讲参北斗七星有关系，就因为安尼，观众有真多元的角色，互艺术因有真大的发挥空间。其中廖庆将艺术甲作品做新的变化，用现代动物参团水中的成熟形象做结合，增添观赏的趣味性。一般咱若假使讲无经过去甲伊营造吼，啊你看伊嘛是讲平常啊，就骑一只马啊，吼，伊是骑一只马，但是我该骑一只机灵。这个展览展示上百作品，技术应用2-3档的时间才完成。文字叙讲，大家伫咧展览中会使去观察艺术无共工艺表现的特色。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是26度到33度。继续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福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再会。